大家好，歡迎你入嚟睇美容入行全攻略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，究竟邊行先至係最值得入手？自從 AI 興起，依家連醫生、律師都話有機會俾 AI 取替。咁我哋呢一代係咪真係注定要躺平？但係有一個行業 AI 點都唔夠你嚟，就係美容。因為 AI 代替唔到你雙手嘅觸感、細心嘅觀察，仲有嗰份人情味。而且呢行越做越專業，每部機、每個療程都係幫緊客人重塑自己，靚得夠科學、有實力。咁我哋公司奧斯集團而家咧就有個初級美容師課程啊，全方位教你，由零開始學起，無論理論、手勢、儀器同客點傾偈，都全部喺3個月內教晒你。考試過到關就可以晉升做美容師，人工穩定，表現出色嘅同時仲會不斷加人工添。係咪心動想入行呢？請留意下面資訊欄嘅連結，快啲報名我哋奧斯集團嘅初級美容師班啦！